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更感谢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有福气来敬拜你。今天我们要与主同舟，更感谢主，你道成肉身到世上，不是为了享福，而是为我们世人的罪要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透过圣体典，可以再次的感受到神你的恩典是这样子的大。我们为了有这样的机会，有这样的福气，献上满心的感恩，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有讲一个议题，就是讲到丰盛生命，我们要怎样过着丰盛的生命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那中间我们已经讲到第2讲结束，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第3讲。在我们继续进入到第3讲之前呢，我们先复习一下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是讲到要有期待梦想会实现。在新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提到这个事情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梦想，都会有期待。而这个期待呢，是你一个白日梦呢，还是应该会实现的？要是我们这些梦想、我们的期待能够跟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所领受到的梦想呢，不是自己的，而是神的。盼望我们的梦想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对神的梦想呢，既然是从神而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到底怎样去分别它是我的白日梦呢，还是从神而来呢？第一个，它应该是非常的清楚，而且是正面的。既然是清楚正面的从神而来的，你就开始要用神的眼光你来看你自己。你要知道那是神给你的话，就一定会成就。不要再想说我自己是不是这梦想太大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的能力有限还是怎样。你依靠神你就可以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信靠神的恩典。所以让我们要在每一个新的人开始的时候，要过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应该要大胆来期待呢，我们的梦想呢会实现，我们的期待会实现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这美好的盼望了。这是第1讲我们所讲的，要期待有一个梦想会实现。第2讲呢，我们讲到说有健康的自我形象，我们要相信说神给我们的这些我们创造的我呢，自我呢乃是最美好的自我，因为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。你有可能觉得你在某一方面比较不足，神创造你就是这样，因为神要在这方面有他的目的在，有给你的命定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在看待耶稣所做的比喻里面，他讲的主人要交代给仆人的时候呢，有交代3000的，有交代5000的、2000的、1000的。他知道神所创造的人呢，有不同的恩赐在，不同的恩赐就交代不同的这种工作量给他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独一无二的，只是你要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。神所创造我们是在我们这方面呢，乃是最美好的。第2个呢，有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受到社会上的污染了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成为一个老我，有一个旧的我。是旧的我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思想，或是有一些错误的思想，或是不合神的思想呢，我们要脱去我们这旧人，脱去旧人的行为，而要成为一个新的人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在主的宝血遮盖之下呢，我们要成为那新造的人。当你有一个新造的人生呢，你就有一个对你的自我的形象呢，你就能够肯定。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养成一个健康的自我形态，也就是我们需要这样接纳神所创造的我，同时要常常奠基在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上帝的话语都是安慰、劝勉、造就人的话。然后你就进入到一个健康的信仰这个群体，也就是在教会中间有兄弟姐妹，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。这是我们讲到你要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的第1讲跟第2讲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3讲呢，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呢要选择合神心意的思想。我们从引言里面来就可以知道，引言里面第1个是说，你满意你的人生，你的命运吗？特别是从2008年的8月开始，有金融风暴，又有很多最近的经济非常的萧条，我们看到物价一直在波动。最近的石油说明天又会涨，已经要涨超过95，要超
95的汽油要超过33块，这已经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的历史的高。那我们也曾经有人经历过无薪假，也有人到目前还没有工作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。你能够体会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吗？你对你的人生你满意吗？你的思想常常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？遇到刚刚所讲这情形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开始想说，我运气怎么这么差？我甚至是非常的觉得怎么会这么衰，还是怎样？到底是什么生意发生问题？还是有人你会用正面的开始想说，既然我现在是在休无薪假，那我是不是趁这时间赶快去进修？平常太忙了都没有办法，或是平常太忙了都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，让我有这机会跟家人在一起，让我沉淀一段时间。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不同的想法呢？我不知道，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常常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？遇到了车祸，一条腿断掉，你是讲我怎么样子运气不好断掉一条腿，还是说还好我还有另外一条腿，而且我的生命还在？到底你是用哪一个方向去？你的思想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？你甚至对你未知的未来，你是充满了盼望还是害怕呢？我们知道，在前2年开始就已经有一个预言一直在讲，就是2010年是世界的末日的年。他甚至举了很多个例子，包括某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民族，他们所写的这个历史记录只记到2012年的几月几号。这些证据他一直举着很多来佐证说，他讲的2010年是世界末日，甚至有一个电影也是演一个2012的是世界末日的这种情形。我相信我们的会友中间有人也在想这个问题：2012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吗？你对你未来的未知的未来，你到底是存着盼望还是害怕呢？有人要是去算命的话，为何就去算命？因为你对你的未来不知道，你就充满了恐惧。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给我们盼望的神，他给我们相当多的应许，都是一个正面的，就是这样，都是劝勉、安慰、造就人的话。但为何我们仍然有这方面的恐惧在呢？这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。我们常常有这方面的问题存在，是不是我们的思想发生的问题？是不是要问我们说，人可以通过改变思想来改变人生吗？我相信等我们讲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。圣经中间的教导到底是怎样呢？今天的经节呢，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，来，艰辛依赖你的，说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这是和合本所翻译的，我们来念一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，来。还有一个翻译本是英文的，是 King James Version， 就是说这是最古早而且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用词，所以叫 King James Version。他讲的，把它直译过来是，他讲说：上帝啊，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思想驻留在你身上的人，赐给信靠的人。所以这上面所讲的，你不管是艰辛依赖也好，还是说意志坚强也好，何谓意志坚强？何谓艰辛依赖呢？原来另外一个告诉我们，就是说，你把你的思想驻留在神的身上的人。这就是他艰辛依赖跟这个意志坚强的意思在。当你的思想常常是停留在上帝的身上，不要看这属世，而是看属天的时候呢，神就将完全的平安赏赐给他。这是今天的经节要告诉我们。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常常一直告诉我们说，怎样？你要是一直思想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往往就发现它竟然发生在我们身上了。约伯也是同样有这种看法。约伯在约伯记3章第25节，他说：“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上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”所以你常常去想害怕的事情，其实这害怕就突然就发生了。我不知道你会常常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说，假设你喜欢车子的人，哇，你看上某一个车子的时候，你日夜思想这个车子的时候，突然你在街上说：“哎，这个牌子怎么这么多出现的？”
你要是从来不去思想它的话呢，你会根本就觉得好像这种这么少。因为当你专注在某一件事情身上的，你就开始发现到，这事情很多啊，并没有啊。同样的事情，你想的是一个负面的思想的时候，你想的是一个惧怕、恐惧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它竟然迎面到我们来。所以神要我们怎样？神要讲平安赐给愿意将思想留在他身上的人。思想要讲，他要将平安完全赐给坚定信靠他的人，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这个经节。我们若是期待拥有一个完全的平安的时候，我们要得着丰盛的人生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选择这样合神心意的思想，因为神要将完全的平安赏赐给这样子的人。神要将完全的平安赏赐给思想留在他身上的人，就是艰辛依赖他，然后意志坚强的人。他要将这个平安赏赐给他。你如果要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你也要这样子来做。那我们要讲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思想呢？第一个，合神心意的思想呢，乃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思想。积极的意思呢？积极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还是会碰到问题，但是你愿意去面对它，你愿意接受挑战。你恐怕自己不行，但是我愿意去面对它，因为我有神可以依靠。我有在地面上，我有的父母可以依靠，我有的兄弟可以依靠，我有的朋友依靠。但是负面的是怎样？负面他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退缩了，他就逃避，他甚至就放弃了，不愿意再去努力了。圣经里面怎样教导我们呢？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7节讲到爱的真谛里面讲到说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没有告诉我们说，遇到好的事情我们才包容，遇到好的事情我们才相信，遇到好的事情我们才有盼望，遇到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忍耐。没有，他告诉我们是凡事。所以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碰到一些我们不如意的事情，你要怎样去面对它呢？你要包容，要相信，要盼望，要忍耐，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思考法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6节到第18节告诉我们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边再次的告诉我们是凡事谢恩。所以凡事呢，我们其实都可以选择正面的思想来反映它，甚至还可以感恩。我们曾经在和平使者的时候，我们讲过一个例子。和平使者的时候，他的功课是要我们大家成为一个和睦的人。那时候提到一件事情是说，有2个大学同学，后来他们自己创了一个公司，有一个人创了公司，这个人就被他聘去当总经理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公司做到一个程度，到有一件事情因为误会产生，他们想要分开的。然后那时候大家对对方的思想都非常的不好，甚至这个老板是把他 fire 掉，开除掉他。这个人从来没有被开除掉，是非常的气恨和苦毒在他身上。后来有人来协调他们，怎么协调呢？发现到他们已经非常的敌对，他只好说：你们回去好好的看一个经节，这经节叫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，告诉他们，这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。所以还讲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或是什么德行、什么称赞，你们都要纪念。所以你回去呢，一个功课，把 A4 的纸张拿起来，想想对方有什么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，只有正面的事情，把它写下来。他讲完的时候，那2个人都说没有问题，我们大概10秒钟就可以写完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，这方面的好处。回去慢慢想的时候，我不能想负面，我只能想正面啊。开始突然想到一句话了，写下来。因为这样又写起来，又写，等到写完的时候，他已经泪流满面了。这个人对我这样子的有帮助，为何我会这样子的仇恨他？为何我要开除他呢？原来是思想改变了。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也有看到很多的我们觉得很不如意的事情，觉得很痛心的事情，觉得很苦毒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回去强迫自己只有想正面的？一开始你大概连一个字都想不出来，强迫自己去想出来，你渐渐就开始发现到
他那一部分美好的部分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有积极正面的思考啊。华德迪士奈我们都非常的知道，他有他的这个电影，我们都觉得很好。但是他曾经去报社去上班的时候，被报社开除的理由一个，他的画插图缺乏创意，他是非常缺乏创意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华德迪士奈所做的这个电影啊，所有都是非常有创意的。当初他的评语被开除是这样子。爱因斯坦在4岁的时候才会说话，7岁的时候才会认字。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反应迟钝，满脑不切实际，然后被退学了，而且去申请这个苏黎世技术学院的时候还被拒绝了。但是我们称他是20世纪最有智慧的人。一开始是这样，但是后来是这样，这中间他们一定思想改变了。约翰兰龙，我们都知道他是披头士的那个里面的一个，他成名之后呢，他写了拿一个匾送给他的姑妈，这姑妈是带他长大的，上面写的他姑妈常常讲的一句话说：没有人可以光靠弹吉他就有饭吃。但是他后来成了亿万富翁，因为他弹吉他。所以有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目前所看的情形是怎样，你就变为是这样。你愿意改变吗？你愿意用积极正面的思考法去改变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是负面思想，你就会变成负面的；你要是正面思想呢，你就能够变成是正面。这是第一个。什么叫合乎神心意的思想呢？乃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思想。第二个呢，是公义跟圣洁的思想。我们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呢，我们的媒体呢，常常给我们影响着我们去思想，影响我们思考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些讲暴力的、色情、灰暗的事情。甚至有一个报纸叫《苹果日报》，卖得非常的好，因为它的画面都非常的耸动。他甚至他发生的事情，他知道他没有去照到，他可以怎样模拟，把一个画面画得很清楚出来。说这个人怎样，那个怎样，但都是暴力的事情。我们看到电视也是这样，一件不是不公不义的事情，还一直在报，而且没有正面的教导在，只要求耸动，是独家报道，是八卦最好。给我们的思想常常是这样的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报纸，我们的这个电视里面是一种很圣洁、公义、正面的教导吗？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刚才我讲的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，说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我们要思念，我们要常常想的是什么东西？是那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、好的德行的，而不是那些不好的。有什么可以称赞的？但是我们常常是看到，是因为我们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呢。你如何能够连接到这些好的东西去呢？原来我们需要怎样？我们需要连接到那美好的源头。你要是没有连到那个美好的源头的时候，告诉你说你要那些真实美名的什么，你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缺乏力量。所以你要连接到那个美好的源头是什么？就是爱的源头，就是神。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16节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神就是爱，原文里面是神爱，这两个是一体的，你分不开，这是等号在那里面的。爱就是神，神就是爱的意思，两个是同样一个位阶在那地方讲的。你住在神里面，住在爱里面呢，你就是怎样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只有跟神的连接，这美好的源头连在一起，你才有办法。刚才讲的，你要有一个圣洁跟公义的思想，怎么能呢？没有办法，靠人怎么可能？因为人的思想都是一些受污染掉了。你只有跟神连接在一起才可能。所以，当我们选择要用神公义、圣洁、美善的思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灵魂就是正在接受神的滋润。
当你常常有渴慕的心，你愿意来接受神的教导的时候，你常常接近上帝的话语、圣经的时候，你常常用祷告跟神之间连接，你常常有灵修的时间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接受神的滋润。我想这句话都非常的好。你愿意接受神的滋润吗？我们在现在社会中间，常常说到一些负面的，但你可以正面呢，因为你浸泡在神的恩典里面，因为你常常受到神的滋润。但是假定不是呢？我们要是沉溺在这种灰暗、罪恶的思想中间，其实我们的灵魂是怎样受到魔鬼的伤害？我们继续在受伤害。你要选择合乎神心意的思想里面，第二个就是要公义跟圣洁的思想。你如何能呢？你要跟美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，你要跟在爱里面，你就是要有爱，因为爱就是神，神就是爱。你要住在神里面，你要跟神连接，你才会有爱，你才会有公义圣洁的思想。你要是觉得你不行，你常常思想他吧，你浸泡在上帝的爱里面吧，你就能够渐渐能够，你的思想就是一些圣洁公义的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。要是没有，你就看我们世俗上，你觉得这些，你很喜欢那些耸动八卦的这些新闻呢，你就受到污染了。然后你就受到魔鬼的伤害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合神心意的是怎样？你要相信应许，你要相信神的应许。你常常有这种确信的这种思想的时候，就会大大的帮助你。圣经里面常常鼓励我们的思想应该是这样，一个属天的事情，要想属天的事情，因为属天的事情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很多的帮助。我们在哥罗西书第3章第2节说：“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”那上面的事是什么呢？属天的事原来是告诉我们是上帝是的属性。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，上帝一个慈爱的上帝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信实的。哇，他是这些很多都是上帝的属性。上帝是怎样的？然后因为这样的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这样，所以你开始有信心了。没有错，你就是常常要去思考属天的事情。属天的事情还包括说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，他永恒的计划是什么。哇，你就存有盼望在。他给我们的永恒的计划跟永恒的这旨意呢，并不是要让我们，他是要让我们过得一个丰盛的生命。那我们是个美好的生命，他是个丰富的神，他赏赐给我们，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这都是这方面的。你想常常你思考这方面的事情，不会让你的人生充满了活力吗？不会让你觉得你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吗？圣经中间有很多的真理，很多的亮光，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一些。其中最能够影响我们是怎样？最能够影响我们是否能够活出美好、享受丰盛生命的是神的应许。圣经中有多少应许，你知道吗？有5、6千个应许。这应许不只是给当初那些人，也是给我们现在的人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圣经中间所讲的都是神所讲的，他不会改变的。几万年前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几万年后也是一样。所以这些应许不只是那时候这样，也是到我们这边，也是到。所以因为这样，因为这些你要是相信这些应许的时候，就冲击了你的信念，提升了你的信心，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。所以这几个合乎神心意的这思想中间呢，它会大大的改变我们。而且这中间最重要是怎样？是你能够相信上帝的应许吗？你能够相信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吗？它将要改变你。那你要问说，我们知道神的应许里面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应许是真实是可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是要从我们的生命中间怎样活出神的荣耀。所以神为什么不会让他的应许是可靠的呢？不是为了要荣耀我们，是为了要荣耀神，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荣耀神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20节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神为什么他的应许是真实，而且一定要实现呢？因为他的名要得到荣耀。
要是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行出来，没有办法上神的应许里面，好像能够实现的话，是我们破坏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。很多人都有做他们的经验，实际的经验。这应许，圣经中刚刚讲5、6千个应许，接近99%都已经实现了。最大还没实现的是什么？耶稣的再临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再临的是啥时候？他不知道，但他知道是怎样。当福音遍传的时候，就是福音就是主要再来的时候。几乎其他的都已经应许了，而且是应许都是几百年后才实现的。谁能够有这能力呢？只有神而已。神甚至为了他的应许呢，还发誓。哇，这是很特别的。神不只是讲了你们要相信，还怕你们不相信，他还自己发誓。在什么地方讲？在希伯来书第6章17节到18节，这样说：照样，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起誓为证。借这2件事不更改的事情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，可以大得勉励。神不止告诉我们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，还甚至发誓。这是非常非常稀少的一件，表示说神非常注重他的应许。为什么？因为透过他的应许，我们能够得到帮助之后，神就得到荣耀了。什么叫做合乎神心意的思想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有积极正面的；第二个呢，你是一个圣洁公义的。那圣洁公义要怎么办？你要连结到神，你才有办法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，相信他的应许。他的应许有多少呢？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学习的。他说：“你如果能够让我们的思想是这样充满神的应许呢？如果能够让我们的思想能够充满神的应许，我愿意相信呢。但是怎样让我去相信呢？有5、6千个，我怎么知道呢？第一个，你必须要聆听。罗马书第10章第17节告诉我们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是神的应许，原来就记在圣经里面。要怎样？你要去看，或者你要听。听完之后，你才有办法相信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常常做礼拜，我们要常常把握住能够听到上帝话语的这个机会，你就增加了你能够聆听的机会。因为每当神的话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运行在那个话语所到的地方。你回去看创世纪第1章，要有光就有光，神的话到了，灵就到了，就实现。神的灵只有怎样，圣灵就借着神的话语运行在我们心里面，就强化了我们的信心。这是第一个。你要如何能够你的思想充满了神的应许呢？第一个，你要自己要去听；第二个呢，你要读。在启示录的第1章第3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子近了。上帝的话语呢，你读上帝的话语呢，一定有这样蒙福的这个盼望。牧师手上有这本书，叫做《如果没有圣经》，这出了2本书，一个叫《如果没有圣经》，一本叫《如果没有耶稣》。这本书，圣经是已经翻译了几千种的语言，然后已经发行了几千年，里面继续都有。那为什么圣经能够这样呢？它里面从各方面讲，他说圣经以道德，圣经以社会，圣经以法律，圣经以政治，圣经以科学，圣经以文学，圣经以宣教，圣经以探险，圣经以每天的事物，他都分析给你听。这个世上要是没有圣经的时候，那是非常凄惨的一个世界。如果没有耶稣，也是同样讲到这样子的事情。圣经真的是你要好好的去研读它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你要去研读又去遵守的人，都是有福气的。你要如何去研读呢？有4种方法可以建议大家。第一个，常读一些不同的版本。我们常常在读的是，刚刚在上面看的牧师已经秀了2个，一个是和合本，一个是现代中文译本。我又用 King James 要告诉我们怎样翻译出来。其实还有很多
NIV、RSV、NRSV， 还有什么新译本，很多个版本。牧师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本呢，是和合本的修订本，因为和合本已经是接近100年了，里面很多的词句呢，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跟现在的，我们要找那个字也找不到，也有这种情形。也有字之前看起来很别扭，好像这个字怎么现在没有人用这样的话，所以这做了修订本。也有不同的这种版本的时候呢，其实就让我们更明白上帝的话语。而且你也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？你有系统的看，像我们上次从使徒行传有系统的看说，哇，你对这一卷书你就有这种全盘的了解的。或者是你在读的时候常常做一些笔记，你可以回复来再来思考，就有所帮助了。或者最近牧师在鼓励大家是用这样大量的阅读，你就是看嘛，上帝会用他的话语来告诉你。你现在看不懂没有关系，你继续往下看，你越存着谦卑的心，越渴慕的心，你就这样读上帝的话语，上帝亲自会向你解释，以经解经，你继续看下去，你就能够明白了。第二个，你必须要研读，不是只有我们研读而已。《申命记》里面告诉我们怎样，连君王都要读。《申命记》的第17章第19节说，存在他那里要生平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。连君王都要读，何况是我们呢？第三，你要怎样？要默想。圣经非常重视默想上帝的话语，在诗篇第1篇的第2节、第3节，当然很多人会背这个经节：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圣经里面非常强调，你必须要默想上帝的话语。什么叫默想呢？默想就是你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，并思考如何去应用。上面诗人既然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怎么昼夜思想呢？我一定要看啊，而且要背一些起来啊，然后我才能够成为常常遇到这个情形，哇，这话语就跑出来，就帮助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若是能够常常背诵经文，你就可以常常反刍，然后就能够反复思想，将受益无穷。因为圣灵的能力只跟随神的话语。当你讲出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，圣灵的能力就到了。我们在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，我们就推出这个神的话好好用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。这你有没有常常带在身边，然后拿起来看？这里面有好几个，有17个不同的状况之中。当你面对这样死亡的时候，当你伤心绝望的时候，当你需要神来宽恕你的时候，当你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哇，他有很多这个经节让你没有办法说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把这么厚的一本的圣经看完。你可以看这对你相当有帮助，甚至把它背起来。当你背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反复思想，你就会受益无穷。在那种情境之下，圣灵就随着上帝的话语来帮助了你。这是第三个，我们要默想。第四是怎样？要去实行，要去行出来。上帝的话语呢，遵循上帝的话语，其实建立我们自己永恒的生命的根基，也为自己的人生大业奠定了美好的基础。因为在雅各书第1章25节这样说：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要行出来，耶稣也告诉我们这些光说不练的人，他就像是怎样？在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5节，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再往下说怎样？听了不去行人，就像房子建在沙石上面，风来的雨来的，它就倒下去了。所以光说不练的人，其实你生命就开始这样充满了很多的破口，而你一生就在怎样
忙着去修补这破口，所以你才会觉得你没有祝福在你身上，因为都是破口啊。这破口怎么挡住呢？用上帝的话语将这些破口一一的挡住。如何呢？不是只是把它挡，你去实行出来，就知道这个话语原来进到你的心里面去了。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思想充满了神的运行呢？你必须要去听，你必须要去读，你必须要去默想，你必须要去行出来。所以结论来看呢，水经过管道的时候，它的形状是由管道的形状来决定。我们生命的水经过我们的时候，它的形状就由我们的思想来决定。所以这句话蛮有，能够让我们好好地思想。水本来就是随着形状而定。那我们的生命呢？我们生命的这水是我们的潮流是怎样的？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管道在想。我们身体的管道是什么？就是思想。你的思想到底是怎样去走？所以思想是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，行为就决定了他的命运。所以你要改变命运呢，你就要改变你的行为；你要改变你的行为呢，就要改变你的思想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行为跟状况，其实就是以前的思想的结果。那未来呢？未来就是我们的将来的行为跟行为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思想跟结果。所以你愿意去更改你的思想吗？思想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要享受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乎我们的选择的到底是怎样的思想。你愿意选择合神心意的思想吗？那个思想就是这样，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思想，是公义圣洁的思想，是一个相信应许的思想。当我们选择合神心意的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不会去找借口，然后推脱别人的责任。我们会变得更有智慧，专注在正面或者是合乎真理的这思想上，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万事互相效力。这万事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你能够真正体会万事互相效力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是的，要给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要是爱神的人，你就会得益处，不是白白做的你就会得益处，因为你的思想改变。因为你知道神是掌权的神，神让这所有的事情允许它发生，一定是对我有帮助。神恐怕是借着不如意的事情，恐怕借着我们受难的事情，让我们去学习到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有所欠缺，我们必须要谦卑一点，我们必须要依靠神。到底是哪一个功课，你自己要去学习。当你愿意将你的思想停留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，完全的平安就会临到你。这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今天的经句以赛亚书26章第3节就是这样子的告诉我们。问题思考里面说，分享一件你曾因为改变想法而为你的生活带来实际的改变。第二，你是否领受到神应许的福气呢？你在听、读、想、行的这些上帝的话语的上面的操练到底如何呢？你要是操练不够的话，你怎么能够去领受到神应许的福气呢？第三，我们分享你觉得自己目前最需要去努力选择合神心意的思想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彼此代祷。在我们这一次的小组中间呢，我们盼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帮助，你就可以期待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为了今天所领受的经节献上满心的感恩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你要将完全的平安赏赐给那些思想停留在你身上的人，你要赏赐给那信靠你的人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愿意选择那些合乎神心意的思想，乃是一个积极正面的，一个公义圣洁的，而且是能够紧抓住相信应许的这些思想。透过这些思想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就得到改变。我们行为得到改变之后，我们命运就得到改变。主，原来你是要透过这样子改变我们的思想来帮助我们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
让我们能够从上帝的话语中间所领受到的，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舍弃我们的旧人，以我们旧人的行为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求主你帮助我们。献上我们感恩与祈求，这时候我们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，他行审判和拯救。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，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借着他的受苦、钉十字架死、复活，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，使我们与上帝复和。他的灵就是圣灵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赐能力，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，直到主再来。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他的救赎，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。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，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且根植于本地，认同所有的住民，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。我们信人借着人自己的恩典而悔改，罪得赦免，以虔诚、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与上帝。我们信上帝是给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，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。因此，人有社会、政治与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且有追求真神的心。但是人有罪，误用这些恩赐，破坏人、万物与神地的关系。所以人当靠上救恩，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，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、平等，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，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，充满公义、平安与喜乐。阿们。